来看屏东县政府真积极推动保存老建筑，目前透过文化部的计划，协助屏东市顶昌河历届古厝做修复。这个工程按算伫明年底完工，2025年会开放部分的空间，规划做咖啡厅、英文故事馆，也有文创艺术空间等等。行入去大厝体，会当看到大厅起甲真跳动、真气派。屏东市顶昌河李家老厝已经有100年的历史。李家为着要保存这栋建筑，透过县府协助，申请文化部的计划，专案总经费3400万，要来甲老厝订翻过。计划主要是说那是要引发我们民间自主性的，就是文化自己的力量让它有机会成为文化历史建筑的一些机会。李家第一代自清朝来台湾，子孙伫万丹创立顶昌河，先开始卖土豆油、麻油，空手趁食，真做大好野人。苏当时李家对厝里的5查某囝是笑命命，查某囝考调屏东女中，厝里为着伊读册方便，就到市内起一栋3层楼高的西洋楼，佮有边仔2栋一本厝，互条仔内和下骹手人拢会同大做伙。那因为早期这一栋建筑，因为是在日治时期里面新建的，所以它包括在楼板的部分、承重的部分，包含做钢骨的部分来做加强。那我们在这个有限的经费里面呢，主要是让它能够延续它的生命。顶昌河李家老厝虽然无文化遗产身份，毋过有文字价值，申请到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。按照征收无够经费，李家就爱家己负担。目前主要是要加强结构甲动水，按2024年年底就会当完工。市郊卖规划咖啡厅、故事馆甲文创空间开放民众参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